各位小朋友，好，今日我哋嚟講一個關於候鳥家族嘅故事，睇下佢哋點樣學識唔好過度依賴科技啦。秋天到啦，候鳥家族準備向南飛。今年，雁爸爸買咗一部最新款嘅 AI 導航儀。雁爸爸話：我哋今年唔使再睇星星認路啦，只要聽住呢部導航儀，就一定唔會錯。於是，全家跟住導航儀嘅指示，開開心心咁起飛啦。一開始天氣好好，非常順利，但係飛到半路，天空突然布滿厚厚嘅烏雲，導航儀受到干擾，開始發出奇怪嘅聲音。導航儀不斷重複：直走，直走。雁爸爸覺得有啲唔妥，因為前面好似越來越凍。如果繼續直走，佢哋就會飛入危險嘅冰川同狂風暴雨之中。小雁驚到震晒，雁爸爸當機立斷，熄咗部導航儀。佢話：我哋唔可以盲目相信機器，要用自己嘅常識判斷。雁爸爸抬頭睇下星空，回想以前嘅經驗，憑住直覺帶領大家轉彎，飛返去溫暖嘅南方航線。最後佢哋安全到達啦。記住啊，科技工具只係輔助我哋自己嘅判斷力先係最重要㗎。